35家顛覆案完整脈絡，從策劃到判刑嘅全紀錄。2019年12月，戴耀廷提出攬炒計劃，目標係通過立法會過半數議席否決財政預算案，進一步推動香港政治癱瘓。2020年6月30日，香港國安法實施，將顛覆國家政權等行為定為嚴重違法。2021年初，警方國安處拘捕47名與35家初選相關人士，控以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。關鍵時間線：2019年12月，35家初選嘅初刑，戴耀廷發表文章提出立法會過半計劃，目標係通過否決財政預算案，迫使特首解散立法會。呢一個構想標誌35家初選嘅初刑，其目的在於癱瘓政府運作，達到所謂攬炒嘅效果。2020年1月至6月，籌劃階段到組織實施。喺戴耀廷嘅推動下，反對派策劃及實施35家初選，包括協調會議、選舉論壇及投票活動。在此期間，戴耀廷發表所謂真攬炒10步，聲稱利用否決權破壞、摧毀或推翻現行嘅政治制度，煽動公然對抗特區政府。2020年6月30日，香港國安法刊憲生效。香港國安法實施，明確規定煽動同策劃顛覆國家政權為刑事犯罪。然而，戴耀廷等人仍執意推進初選計劃。戴耀廷、區諾軒等人在記者會上稱，35家係實現目標嘅關鍵，同時提出初選機制，號召參與者簽署聲明支持目標。2020年7月，所謂初選舉行。2020年7月11日至12日，非法初選舉行。戴耀廷等人公開宣稱，若奪得立法會過半席位，將利用否決權攬炒政府。7月15日，區諾軒宣布退出。7月16日，趙家賢宣布民動退出。所謂35家初選協調工作，戴耀廷同日宣布休息。2020年7月31日，因應疫情，立法會選舉推遲。因疫情原因，立法會選舉推遲。即便如此，反對派仍頻繁活動，試圖通過網絡同線下集會擴大影響力。與此同時，特區政府密切監控其活動，確保國安法有效執行。2021年1月6日至7日，警方採取大規模拘捕行動。香港警方展開國安執法行動，在多區拘捕55名參與35家初選人士，指佢哋涉為國安法下嘅顛覆國家政權罪。庭審過程：案件庭審歷時3年，成為香港國安法實施以嚟規模最大嘅司法案件。2021年3月，案件提堂，31名被告認罪，包括戴耀廷、黃之鋒、楊岳橋等人。2023年2月至2024年5月，16名不認罪被告接受審訊。經過118日庭審，2024年5月30日，3名國安法指定法官裁定14人罪名成立，僅劉偉聰及李宇信罪名不成立。2024年6月25日至9月3日，45名被告分批求情。判刑結果：2024年11月19日，3名國安法指定法官宣判，45名被告分別被判處4年2個月至10年不等嘅刑期。部分主要被告刑期如下：戴耀廷判囚10年，趙家賢判囚7年，區諾軒判囚6年9個月，黃之鋒判囚4年8個月，梁國雄判囚6年9個月。案件意義：35家案件係香港歷史上首宗大規模以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嘅案件，清晰咁傳遞咗違法必究嘅法律訊息。呢一審判凸顯國安法嘅嚴肅性同威懾力，旨在保障一國兩制框架下香港嘅繁榮穩定。法院認為，被告組織同參與非法初選，意圖通過立法會否決權癱瘓特區政府，嚴重威脅國家安全同香港特區憲制秩序。判刑體現咗依法治港嘅重要性，表明香港法治唔會為任何非法政治行為讓步。總結：
從初選組織到最終判刑，案件嘅全過程體現咗香港國安法嘅全面落實，同法律對破壞國家安全行為嘅堅決應對。案件亦提醒公眾，依法行事係維護社會穩定同個人權益嘅必要基礎。